test test 123，123，123，OK。test test test。
所来兄弟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！伫礼拜四，咱来讲三件，伫主的殿宇内底做阵来敬拜、侍奉。咱即时嘛，阁有足侪兄弟姊妹伫来主的殿宇的路程中间吼，咱嘛求主保守因的脚步平安吼。咱即时阿头来祈祷，阮伫天的爸，感谢你，伫这清早的时，阮正会友会当组织伫你的殿宇中间。 过来一摆敬拜侍奉你，求主你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，圣神也甲阮同在，为礼拜开始到结束，拢会当安静听候。阮也愿意听主的命令，伫牧师讲道中间，阮两明白主你的旨意。阮安尼祈祷，阮会靠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 咱先来看圣诗71首，基督世界真光，咱请苏琴当弹一间。咱来唱第一首。 第一节，基督世界真光，伊我无把嘞，伫我中间，做兄弟来讲说，咱若看见。 天天白，阳光之光照。第二节，基督世界和平，伊我无把嘞，无人服侍伊，煞来看见。 巴勒，小人给人啦，大地的最基的，阳光之光兄弟。第三节，基督世界和平，伊我。 掌管一切，阳光之光兄弟。第四节，阳光归兄弟，伊我无把嘞，阳光归兄弟。
过来，咱来看558首。这首歌的每一句话打开始拢是3个同款的音，无你有发现拢3个同款的音，搁3个同款的音，搁3个同款的音，咧酝酿咱的心情吼，咧安抚我们的心情，所以互咱进入伫即个，咱要伫即个圣殿内底恳求主甲主三结连的迄种的气氛内底吼，引带咱会当甲主来结连，所以咱搁为第二节来唱预备。第5节的时，请咱用默守的方式，咱看歌词，将你富有来赏赐我，互我的心得到充满，热热心情，热切言语，保养仁爱，学乐我主。这是一首，不管是伫咧伊的歌曲，还是伫歌词，拢流传这么啊久的时间吼，所以其实是久的时间就已经做出来。伫迄个19世纪的时，这首歌就做出来了吼，所以是流传久的时阵，咱互这首古早的歌来带领咱今仔日会当进入咱确定的礼拜。那所以咱第5首，咱请咱的顺琴，咱来弹，咱来看咱的歌词，咱用默想的方式就好。赏赐予我，互我的心情得到充满，热热的心情，热切言语，保养仁爱，学乐我主。咱第6节，咱用细细的声来唱。求主引我随。
门。互咱闭办心来做今仔日的礼拜。伊反转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，出世甲人共款，用人的形体出现。伊自愿谦卑、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。安尼，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、地上、地下，一切骹头有拢会跪拜，一切喙拢宣认基督耶稣是主，来荣耀主上帝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吟诗，神圣诗71首，基督世界真光。基督世界真光。以外无别个，伫黑暗中间做兄弟来共事。咱若看见伊，亲像看见天父，荣光至悬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say
请坐。这时，咱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欢迎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咱做伙来启应，伫新圣诗后壁面启应文30篇。新圣诗后壁面启应文30篇，也就是诗篇121篇。请显着我来刻，请大家来印。我举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上主来，伊袂互你绊倒。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民，上主是你的保护者。你是日头袂伤你，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。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这时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啊，阮感谢你。阮伫主日礼拜清早时，阮有这个机会，搁组织做伙来敬拜你。阮感谢你，你赏赐今仔日有凉爽的天气。虽然外口小可落雨，总是伫热天的时阵，阮有即款凉爽的天气，难得的机会。阮特别感谢你，伫今年的热天，过来的风台对台湾这边来。总是经过，带来阮所欠用、所需要雨水，无造成大的灾害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的保守，伫即几个月，阮安然度过。阮也感谢你，阮伫昨教会，阮做伙来举办、来参与着主因甲定宏两人的婚礼。阮透过来参与伫婚礼内底，阮再一次来学习听意义。主啊，就亲像你所命令的，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互阮明白，透过这个婚礼的进行，再一次了解所谓的听，毋是一时的情爱甲意爱，所谓的三听。毋是干那伫好的光景内底，也是伫歹的日子内底也着三听。毋是干那可爱的时阵三听，连无可爱的时阵也着三听。主啊，即款听的意义是偌尔啊深，求主你互阮会当明白。同时，毋是干那明白即个意义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使阮有一款的心智甲能力。真正，互阮伫好的日子、歹的日子、可爱无可爱，阮拢会当三听。主啊，阮要来求你，特别为着阮的国家，阮台湾这块岛屿来祈祷。阮虽然伫遮的生活每日感觉真安全自在，总是外口的威胁不时拢伫咧。伫边仔大国，共产主义对着基督的政权，不时对着台湾要亲门踏户，要将阮的社会这个岛屿来拆食落腹。总是阮的政府、阮的民间，伫即几年已经做了侪的准备。总是阮知，亲像上有智慧的所罗门王，
所讲的，厝体若毋是啊好好起造，起造的人就空空着磨；城市若毋是啊好好固守，固守的人就空空警醒。主啊，求你赐阮智慧，将阮所有社会顶悬，阮所有破口、所有空喙，主啊，求你将伊补足。阮会受得重视的，对阮所料想袂到的所在来进入、来攻击。主啊，求你补上，来补充阮所无法度做到的。阮将这个一切，阮的安全，阮的顾虑，阮拢交托伫主。求主你来帮助。特别阮也要为着教会内底阮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啊，阮伫兄弟姊妹内底有人身体治病，有人因为年老，有一寡长期爱疗养的事项。主啊，阮求你来帮助因。或者兄弟姊妹伫治疗的过程内底，心灵得到真正的平安，互照顾因的家庭、甲医疗团队，原来会当得到上好的智慧、甲技术来医治这个过程，医治因身躯顶悬的痛痛甲无爽快。主啊，求你帮助因，你的安慰亲身临到因。互因真正会当得到平安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以上的祈祷甲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。这是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0节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0节，也就是新约的229页。现着我来读，请大家注心来听。伊是袂得通看见上帝的像，伊是头一个生，伫拢总受创造的大生，因为万物伫伊来创造，伫天里甲伫地里的，有通看见，无通看见的，或是造位的，或是治理的，或是办政事的，或是掌权的。万项有拢是对伊，也为着伊才受创造。伊伫万项有的大生，万项有点伫伊内三角徛在。伊是身躯的头，身躯就是教会。伊是元起头，对死人中起来的头一个生的，互伊伫万项有中做第一。因为爸欢喜，互一切丰盛点伫伊。已经将伊的十字架的火来成就和平，就对伊互万项有，甲伊本身搁再和平，搁再和，或是地上的，或是地天里的，拢是对伊。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圣歌队今日要献的诗是“至大主上帝”，至大主上帝。
讲道，请本堂柯成凯牧师来讲道。今仔日的题目是基督论，基督论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面前，我感谢你。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，你拢甲阮同在。恳求上帝帮助，互阮伫你的恩典内面，行伫你为阮备办的路，互阮的生活中会当活出对你的见证。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，愿主亲身启示引带阮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毋知大家听到今仔的题目有啥物款的想法？基督论。我想，侪人吼听到这三字，第一个反应就是：哇，足难的呢，真难呢。为什么？这是真深的神学，敢若亲像敢若有神学家。也是讲牧师，也是讲真粗心的，一个信徒才会当明白了解。敢真正是安尼吗？我要问的是，听到这三字，咱的反应敢若有安尼尔吗？我想毋是。有时咱看到一个名词，也是一个理论，咱拢讲这是专业的人士才会当去摸的。我敢若是一个平凡的人。那呢？基督论到底是甚物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咧讲基督的代志尔。所以莫甲想甲遐复杂，是咧讲基督的代志尔。那呢？为什么咱每一位咧跟对耶稣基督的人，咱拢感觉这个基督论是一个真深佮奥秘的一个学问呢？我想今仔日。咱的讲道的经文进度来到哥罗西书，你要介绍哥罗西是腓尼迦一个城市，是一个水路咧运输的一个真重点的城市。早伫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前，落伫迄个小亚细亚的即个商业的城市，已经真发达、真繁荣啊！伊附近也阁有。迄个老底加以及希拉波利这两个城市，这三个城市结连做伙，侪人去遐经商旅行，嘛有侪犹太人住伫迄个所在。咱若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10节的记载，伫五旬节的时阵，有侪外地人转去到因的即个家乡。参加节期的活动的中间，其中就有对这三个城市来的人，因伫耶路撒冷得到信心降临伫使徒身躯的时阵，因听到使徒咧大声讲耶稣基督的国外的信息，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因对这个三个城市来的人，拢有听到福音的信息。然后将这个信息带转去因原本所住的所在。我想嘛，安尼，互哥罗西这个所在的人得到福音。所以有人对这个观点来看，讲，咧问一个问题：保罗敢是哥罗西教会开拓者吗？目前也无真明确的这个根据讲伊就是。但是，咱对保罗伊个传道的过程中间，咱看到伊嘛毋捌去到哥罗西这个城市去访问，因为伫哥罗西书第1章第7节，保罗安尼写讲：“恁是我最亲爱同工以巴弗所合适的这个福音，伊为咱做基督中心的仆人。”所以咱会当看，有可能这个教会是以巴弗所开拓的。另外，嘛有一种可能是拄则讲到伫五旬节，等去到耶路撒冷参加了这个聚会了后，因得到福音，带着信心的感动，将这个福音带转去到哥罗西，然后积极参与着以巴弗传福音甲开拓教会的事工。无论安怎，保罗犹原写批予哥罗西，
代表着哥罗西有一寡的问题，有一寡的状况。所以保罗写批这张批上主要的目的是爱因伫信仰顶面认知的问题。保罗认为爱赶紧阻止因迄个去相信迄种邪术，免得到影响到信仰的内涵。这种错误的认知会互当时的人伫信仰顶面陷入了这个迷惑的中间。保罗伫这中间讲了真清楚，伊讲上帝创造天顶地下的万物，这个万物包括了所有看会到甲看袂到的，嘛包括着迄个灵界中间的座位的主宰、执政者甲掌权的。所以讲，照着伊，也就是为着伊，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。所以讲，人毋是要去拜遐星神，也是迄个月亮、太阳。保罗讲，爱专心将焦点放伫耶稣的身躯顶、基督的身躯顶。所以，这张批信一个真重要的目的是，要甲哥罗西教会信徒讲，恁爱明白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耶稣基督确实真做人来到这个世界，而且为着咱的罪，伊真做一个赎罪者，伊是整个人类救赎的福音的中心。所以保罗写这张批信真清楚，要互当时伫哥罗西教会的人明白信仰的本质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第1章内面，虽然咱15节到20节无讲到，伫头前，保罗甲伊的同工提摩太做伙为着哥罗西教会祈祷，迄是因为保罗听到哥罗西教会的消息，伊就不断伫纪念中为即间教会咧祈祷。听到的消息是好消息，毋是歹的消息。所以保罗伫批信的头前讲，伊感谢上帝，因为这个消息的内容，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对耶稣有信心，而且因信徒中间彼此相听，而且因对所听到的福音是有盼望的。所以，敢若亲像咱伫哥林多批信的中间，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有讲到信心、盼望、甲听、甲爱，这3项是永远存在。上重要的是这个爱。所以保罗原本可能对哥林多教会这种期待，伫这个时刻，咱看到是伫哥罗西教会实现啊。保罗毋那是写批予这2间教会，安尼讲，伊写批予大家教会，伊拢是出现这种勉励的话语。比如讲，伫罗马书、伫以弗所书、加拉太书、帖撒罗尼迦前的批信中间，拢是勉励信徒爱活出信心、盼望甲听。所以伫第1章，咱今仔日所读的第1章第6节讲，这个福音不但传到恁遐，嘛要传遍全世界，不断成长，然后结果子。咱亲像恁当初听到一个真正明白上帝恩典的时，迄种成长结果子是同款的。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讲，福音已经传遍全世界。当时的人听到可能有了啊夸张啦。咱来看这张批背景，大约是伫主后60年代，就是耶稣死了大约30年以后，迄阵的福音还阁限制伫小亚细亚这个所在，会当听到以及接纳福音的人算少数，所以才有迄种不断出现迫害、杀害基督徒的这种代志发生。所以若伫这个背景中间，保罗哪会讲福音已经传遍了全世界？我想咱毋通为这个里面来了解，咱爱知是保罗咧讲的头前第1章第6节讲的迄个不断成长甲结果子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种生命的力量，
是一种过活的力量，毋是死，是超越死亡迄种的捆绑过活的力量。所以传遍全世界，是讲的是福音扩展的一种情形，会不断往外来扩展，袂讲敢若卡伫一个所在尔。因为福音已经对犹太人认为上重要的耶路撒冷开始往外去互人知啊，所以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，这就是保罗要表达的全世界的观念。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信心是出自信心的温素，所以保罗甲因讲：恁真好，因为恁的这种疼心的动力，毋是因为某种的交换，是因为信心的稳定互恁的，是因为上帝灵赏赐互恁，然后恁会当见证出来。因为伫基督教的信仰内面，咱讲的这个爱心，毋是讲个人付出偌济爱互别人，是认为有信心的气力，互咱的内面有一种动力，对咱的内心，然后发出去行动所产生的结果。那亲像咱每一个人，咱可能无真具体的一种行动，总是咱咧分享上帝的疼，分享耶稣基督的疼的时阵，咱毋是靠着一种交换，还是利益，咱是靠着信心甲咱的感动。所以咱会对人来讲，耶稣疼你；咱会对人讲，我领受的疼是什么？是对上帝来的疼。我想这是咱甲其他的宗教会当真明显无共款的。基督教的信仰，毋是讲家己偌有能力，也是偌有荣光。咱是将咱所做的一切，无论伊的结果是如何，咱拢归荣光互上帝。所以咱看这种有气力向前的这种行动，这是上帝所赏赐的，毋是个人会当做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其实基督论，咱讲的耶稣基督，是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内面，信心、愿望、甲爱，是伫咱的生活中，咱要怎样来显明出来？顶礼拜牧师无伫的，是甲咱教会福音队去到宜兰南方湖这个所在，咱已经顺利完成4年的工作。其实回顾这4年的过程中间，大先是感谢上帝的带领，就是无论拄到什么款的状况，拢无影响到福音队因要传达的信息。第一年住伫迄个所在是真艰苦，迄个艰苦就是无啥物空调，真足翕的，而且佫拄到风台。第二年虽然有较好，住伫学校，总是有一寡动物，一寡昆虫出现，嘛佫拄到一寡不可抗力的因素。去年有较好一点啊，但是嘛是拄到一寡状况问题。今年规个状况拢袂歹，所以感谢上帝，互咱的青年、青少年，拢会当经历上帝伫这种困境的中间，要安怎互咱得到帮助。嘛要感谢每一这4年来的同工，因愿意将家己放伫这个时间的中间，付出家己的能力，付出家己所有的温素，互咱伫南方湖迄个所在，会当来讲上帝的疼。嘛爱感谢咱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中一同工的资源，侪人拢会去看因，然后炸真侪食物、饮料来互因享受。我想这是咱互相支持甲带导，会当用祈祷将即个福音队托调的，互因咧面对任何艰难的时阵，因拢会当继续来完成因要去要做的代志。
南和教会南安国小伊嘛全力协助提供场地设备，互咱的福音队会当真有空间以及来当发挥。我想这4年福音队伊所有的课程、活动、戏剧，拢是有一个主题，就是上帝听，以及伫南方澳这个地区。所以伊设计这个主题，就是第1年，伊讲爱 I don't know， 就是要甲遮个囡仔讲这个听是啥物，咱毋知。要甲因讲，这个听毋知的听是对上帝来。第2年，伊要甲讲的是 I want to share， 就是当因领受到这个听了后，因爱开始学习甲人来分享。所以，因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拢嘛有设计一寡，互因认捌家己，以及要安怎去认捌别人。第3年，甲人分享了后，因就讲爱放光芒，爱互这个上帝互因的听，爱甲亲像光共款，伫这个伫南澳这个所在发光出来，互更较侪人会当看见甲领受到。那呢，今年是 I want to share。搁一个讲爱分爱 I am here， 爱在这里。这个听就伫南方澳这个地区，上帝甲你每一个人都伫地，上帝的听就伫你我的身躯顶。我想这4年的福音队的工作，虽然过一个段落，起初所定的目标，就是要将上帝的听传达予当地的囡仔。通过这几年，牧师我的确看到，这个目标有达成啊。原本其实还佫有另外一个目标，就是想要互南方澳教会会当接手遮个伫夏令营中间的遮个囡仔，但是因为有环境甲南方澳教会因的人力的关系，一直无法度达成。也毋过今年，你会记得伫进前牧师邀请咱为福音队祈祷的时阵，我有讲到，今年有8个在地囡仔，就是原本是参加夏令营的，今年要升国1升国2的囡仔，8个参与伫福音队的工作内面。所以透过遮个囡仔，因真想要参与伫营会，所以呢，成做小队服。拜2、拜3是一个同工的训练。遮个囡仔甲咱的同工做伙建立关系，互因会当熟悉，互因会当搁较伫福音队的工作内底了解咱咧要做的物件。拜3了后，拜4、拜5、拜6是营会期间，因互相拢有真侪配合。这8个囡仔对第1天，安怎讲真腼腆也好，也是讲抑佫无熟悉也好。到拜6的时阵，甲咱的同工会当讲成做一体，因真侪互动。到主日礼拜下晡成果的发表，互这8个囡仔真实去经历到上帝的听。甲遮咱的同工，也是讲大哥哥、大姐姐，因看到即阵咱的青少年，因确实是用生命去影响到这8个囡仔的生命。伫今年嘛有一出戏剧，其中的有一幕，同工演出讲，咱为虾米要来到南方澳？咱为虾米要出福音队到这个所在？伫迄出戏剧的内面，展现出来是，我看到这阵同工，因讲因愿意为主做工。因愿意献上时间、精神、才能，互上帝来使用，因为这一切拢是信心的感动，互所有同工愿意来回应耶稣基督牺牲的听。所以这8个囡仔了后，南方澳教会牧师娘，因有就甲因接手起来啊，甲因组织啊。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轨迹。嘛，互咱的青少年同工，因咧开始想，那呢明年呢，
是毋是咱爱转化一种无共款的方式？是毋是要去陪伴这八个囡仔？其实，若明年不止这八个囡仔，因若生起来，佫加起来，拢佫有10几个。是毋是要佫去帮助因，互即个福音的种子伫南湖即个土地，透过即个世代开始布演发芽？我想，这是咱爱为着南湖即个地区来祈祷的。保罗哥罗西教会讲到3项真重要信仰的基本的人物，就是耶稣基督甲上帝的关系，耶稣基督甲受造物的关系，耶稣基督甲教会中间的关系。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讲，耶稣基督是迄个看袂到上帝的形象。那呢，咱要对即届福音队的中间，咱要来看因整理短短的一个3分钟的影片，要互咱来搁一届为即个所在同心来祈祷。我毋知咱有对这个影片中间看到上帝看袂到的迄个上帝的形象。耶稣基督落伫因的中间，耶稣基督嘛伫咱的中间。上帝用伊的形象创造人，这个形象代表有2个意义。第一个是上帝甲人中间是一种创造者甲受造者。第二个是上帝甲人中间是无法度隔离分开的，所以上帝就伫咱的内面，
无人看见上帝，但是伫耶稣基督的疼内面，咱看到上帝迄个拯救的疼。透过即种的疼，互咱的生命会当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，得成做人，得成做人，来到即个世间。即个道就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用伊的话来创造宇宙万物，嘛是用伊的话转化成做人降生伫即个世界。所以认捌耶稣基督，就是认捌上帝。哪里来看？咱只要认捌耶稣基督，咱就看见上帝。所以对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咱都会当看到上帝的形象。但是圣经的作者甲咱讲，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上帝，上主要的原因是耶稣基督将上帝的疼讲了上清楚。无人看见上帝，却是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看到上帝的疼。这种的疼，就是十字架顶的疼，是一种牺牲性命的疼，而且为咱所有人死的疼。所以基督的工作到底是甚物呢？当保罗写批互哥罗西教会，伊一直咧强调，基督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中间上重要的目的。互咱要明白的是，整个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，拢掠耶稣基督做拯救的中心。失去耶稣基督，就无拯救的气力。嘛无拯救的亮光，所以要互咱真清楚表明，耶稣基督是甲上帝同体，上帝是掠耶稣基督做创造万物的根源。耶稣基督对死过活，保罗提到这个死过活，伫早期教会是有特别的意义。对保罗来见证这个信息的时阵，有搁较特别，因为保罗亲身拄到过活的主耶稣基督，伊的生命才改变过来。改变了的保罗有一个观念，伊讲若无去见证耶稣基督过活的信息，这是伊生命中上大的罪过。保罗讲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伊干那要传的是耶稣基督死过活。伊无要传其他的信息，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过活，咱才有今仔日教会的存在基础。所以咱会当安尼讲，耶稣基督的过活是保罗一生见证福音上主要的内容，也是咱今仔日教会上重要的使命。若失落了这种的使命，哪里咱的存在，咱就爱好好啊来思考啊。咱用连续线4年的时间，互咱教会的青年人组织成一个福音队，前往南方澳，甲教会、甲学校做伙办夏令营。对原本烦恼讲伫教会空间内面，咱敢会当讲上帝咧？咱敢有法度将囡仔带到教会来进行活动咧？咱的烦恼拢藏伫迄个所在，但是实际上，咱看到结果的答案是，因为信心的带领，互咱所有的烦恼拢无存在。伫今年成果发表的时阵，南安国小的校长、教会的牧师、长老，伊拢咧期待咱明年会当搁较去，会当搁一届搁去。我想。我嘛相信，福音的种子已经落伫南方澳这个世代的人的身躯顶。上帝听通过福音队的青年，真实见证了上帝的听，见证了耶稣基督死过活救赎的恩典，嘛看到信心的同在。这4年，咱回顾的时阵，我看到是在地遮的囡仔。因的生命有成长，灵性有互咱塑造。福音队每一年的同工，因的生命因为参与伫这个中间，
拢互上帝更新，因的灵命拢有成长。所以我相信，无论伫南方澳的囡仔，也是福音队的同工，伫因未来人生的路程，上帝会听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拢已经深深伫因的心内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传福音的工作，敢若会当透过福音队的方式，才会当进行呢？传福音的工作，敢若会当透过福音队的方式，才有法度进行呢？我想毋是，传福音无固定的 SOP， 因为传福音是对你我的生活中、话语中、行为中，要去显明上帝的听，要去显明耶稣基督死搁过活的愿望。伫咱的生活中，咱爱真实活出上帝对你的呼召。当耶稣互罗马政府掠去钉伫十字架顶，这个十字架确确成做上帝拯救的记号。伫上帝奇妙的作为内面，迄个真无好看、真危险的十字架，已经变做一个真水、神圣、安全的标志啊！十字架成做咱人甲上帝，以及万物甲上帝中间隔阂的唯一的桥梁。保罗伊要甲咱讲的是，照着耶稣基督，咱会当甲上帝隔阂。咱早前是罪人，咱的罪因为有邪恶伫咱的中间，互咱的行为思想离开上帝。但是上帝疼咱每一个人，照着耶稣基督接纳咱，搁一届来到，咱会当来到伊的面前，咱会当领受这个疼，就是上帝互咱的。所以咱爱记一件代志：耶稣基督过活，毋是讲互基督徒听的。咱基督徒毋通独独占有这种耶稣基督过活的信息，咱爱将这种好的消息传予每一个人，予每一个需要救恩的人，是每一位也未信任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。那呢，咱爱分享的，就是因。想看觅咱身躯边还阁有偌侪即款的人，需要咱伊讲。上帝会听。上尾，老师有几个问题来互咱做一个思考。耶稣基督为我做了甚物款的代志？第二个是，我爱怎样将这福音传予人？上尾，为着一位需要福音的亲友，咱为伊来祈祷，求主带领对方来认捌耶稣基督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感谢你，你互阮有这个福分，会当来领受你救赎的恩典。通过阮所领受的，阮知基督要论述伊，其实就是伫阮的生活中活出对伊的这个信心、愿望甲听，互阮会当成做见证上帝听的见证者。帮助阮，互阮所讲的所做，拢会当荣耀上帝的名，嘛互人来认捌耶稣基督。愿主赏赐阮属天的快乐、智慧，嘛互阮有平安甲喜乐，互阮当咧诉说耶稣基督的听的时阵，恳求上帝互对方的心拍开，会当明白上帝听伊。愿主亲身引带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请咱做伙来念回应的诗，新圣诗558首，恳求救主对我讲明。新圣诗558首，恳求救主对我讲明。恳求救主对我讲明，才会传你活命命令，互我找你失迷行离。哪主带我到你身边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是咱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对甘心乐意。假使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
这是我来报告。伫报告的内省，咱做伙来读金句2遍。伫周报的第2页，来请。伊伫万行有的大省，万行有点伫伊内三角徛在哥罗西书第1章第17节。伊伫万行有的大省，万行有点伫伊内三角徛在哥罗西书第1章17节。咱来看下周的圣工分担。下周圣工分担领唱何铁文、苏礼、林中和、苏琴、张丁显、献诗相互团契、苏宪、郑润娇、张子元、焦泰、施兴武、黄慧谦、殷矿、陈佑晶、周芳邦。过来周的查经祈祷会是题目是我找kend你，要查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章15到15节。书会是张益成长老，主理是苦关成长老。过来后礼拜第2礼拜经文是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10节，主理是柯成凯牧师。过来，咱来看第6页的报告，消息报告。今仔日下晡1点，伫教会3楼有资讯组的音控教育训练，请有报名参加的会友准时来参加。第2点，儿童主日学升级礼拜定伫8月30，就是后礼拜主日早起10点半到12点，要举办升级礼拜，请各位兄弟为着教会囡仔每一阶段的成长，拢有主耶稣的保守甲引带来关心代祷。要升级的囡仔的名单伫顶悬拢注明，请大家来看。当天伫11点到12点，1点钟久伫教会的总庭有要办这个。主日学因要耍水的活动，所以兄弟若咧出入的时阵，请要注意，涂骹会较重。第3点，儿童主日学的通知伫8月30号1个礼拜了后，伫旧堂进行教务会议甲课程公布，请主日学的同工出席。第4点，儿童主日学的手作班、足球班开放报名。上课的时间是11点到12点，拢总有7节课。10月到12月，因为圣诞节要筹备，所以无上课。若要报名，为着你的囡仔报名的，请到柜台填报名表，费用500块，交予黄慧月老师。咱今仔日敢有介绍新朋友？今仔日无。好，咱即时来互相请安，来唱，咱拢诚做一家人。正做上帝的子民，因为耶稣正做成，因为耶稣的光明，因为耶
耶稣，咱有可活的人生。欢喜向小主活命，欢喜给恁的主听，因为耶稣丰富产业做事行。请咱犹原徛伫来吟祝福的诗，神圣诗389首，阿拉上帝至权至尊。吟诗线请科牧师祝祷。阿拉上帝至权至尊，造化的主，万福万本，一定生杀伊的万变，永远如路的行诚信。阿门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正人伫地，对即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真侪灭倒。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